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干丝。平常我就啲咩风做些，下个时节手老师太人大追股。不过你下我们去小鸡强喵，我会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现嘅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强下来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Hello， 有嘢冇？水那个按太硬踩芋头，冇法度啊，按硬搞矮嘛？好啊，我有刀子啊，然后有手套啊，然后刀子，嘿，顺便帮我拿斗笠过来。好，这好。好，来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来体验拔芋头哈，它把一颗芋头这样拔起来的时候，我们主要，我们主要就是把它的泥土啊跟它的根啊处理完之后，才能交到市场，交给消费者。你看芋头好还是坏的话，就是看它这片叶子，这片叶子要是大片的话，然后颜色是绿色、青绿色的话，它基本上芋头的品质都很好。哦，叶子像这种情况的话，表示芋头就是已经坏掉了。比较它边缘有黄黄的，它边缘比较小，它就表示它就熟掉了、坏掉了。可能爆片的那个痛秀。对。哇，那这皮太浪费了吧？没办法，它坏掉的你不能给消费者吃啊，所以你一定是要处理到让消费者买回去，它可以削皮现煮之后就可以煮啊。但奶料没有要消费的意思啊。好啦，你那母的迄嘛个品种诶？基本上全台湾的产区哦都是叫做槟榔心芋。你是个槟榔？对，这芋头裁切完之后，用处理完之后啊，它的这个梗啊，很像槟榔心里面的样子。它主要是这边长成槟榔心。哦，了解。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槟榔心。红干干盖落炸好嘞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了哈。所以绑起来的时间多嘛，很唔用诶。主要就是刀子就是拿来处理它的根啊。哇。对。然后所以就是要削它。对，削它的大根啊。转过来换反方向。好。对，反方向之后，你这样逆着刮的话，它的根就处理的比较干净。然后我们的刀子之后再插进去这梗的中间。好，右边转一下，然后再左边转一下，然后用手去拨它，对，它就会圆圆。酷哦。那槟榔心不是都买听人家片按油面了？它的水源啊很干净啊，它是来自奇莱山上的水。那边，对，所以你在奇兰山下种芋头，对，是，它的水源就流下来，所以它很干净。然后再加上它这边吉安南华，它的地区性的土质不太一样，它不是完全是泥土，它还带有含沙子。哦，对，所以现在在沙滩，半沙土，所以它会有它独特的口感。别的地方芋头啊，它吃起来比较绵密，但是吉安南华它的芋头呢，它跟别人不一样的是，它带有一个 Q。就是口感比较有一个嚼劲。哇，你要甜几把啦？这片田大概1分半左右。1分半，你就种这1分半的地方。哦，我没有种7公顷。7公顷，那你还给我慢慢磨，还是我在慢慢磨？是你在慢慢磨。你盖了炸。你的用馒头。它最后就是，你刚才是在耍帅吗？没有啦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做最后的分级包装，饱满圆圆的，这个它就是算好，它算上级的芋头。然后像这种有切块的这种，我们就先放在边边。那这个算是？它就是算上级品，要送我的。对，是好，算你今天打工的酬劳。哦。做生做好，你顺风手，奇莱山下晡
去潜水啊，留下来个河巴水啦，然后洗脚，用当凉呢。宋干师，喂，宋干师，兄弟啊，按脚我看到，哎呀，这样太厉害了吧，这样太厉害了，走，走，老张，哦，你啊做到同好哦，冇啦，农会动太健哦，哎，哦，啊，唔抢个失掉的东西，哦，当然啦，而且拿我哋最好的抢赢就是哪个东西？我哋在地的冰淇淋，哇你看哦，一当杯即係我哋在地的舞的，用槟榔心意做的舞的，下杯吼也特別的北海道進口的栗子南瓜，哦，是可能清香清好食。干杯，干杯！好，好吃哎，真挺厚身哎。我哋也好，让老母的颗粒吼做啲底部，饮食都会冰淇淋很绵细，我哋的冰淇淋是有颗粒，有母的颗粒，而且也好不加任何的色素，哦，安尼也槟榔薰衣真正的颜色。我这礼拜吃都按好吃跟乌尾边。安尼也味有的在地的水果或者是农产品，我哋拢来做本的。菜地嘅全部退完。全部拢退完的，冇用进口的。然后种我哋鲜奶就老统一瑞穗的鲜奶，来做的鲜奶饼。花生就用凤林的7号花生、9号花生来做。刚开始我有批到嘞，我批到一个熊妹，拿出来。小师傅，哎，麻烦你哦，米其林。样係對位米其林，米其林，米其林米嘅結完米，有神呢？也算5星級， 5星級嘅，菜地5星級菜地嘅。 5星級，也用嚟到結完米，結完無腐米，結完粗米去調嘅。凍黃也好，就用嚟到嘅檳榔鮮芋，嚟到也攏無冰糖，無冰香精，就天然自然食物的味道。應該算係爆米香嗰種。錯，但米飯。其實佢做一個莧啊。嚟到做也莧，這也是較方便。啊，講到法拉比波嘅，試一個。好，試看啦。濃香咧，無空用什麼？很搭。烏嘅老乾米愛用很配合啦，mix 在一起，沒有不會誰搶誰，很 balance。哦，哎，兄弟有研究。來到也好，其實試過任何的冰淇淋，鮮奶沒不用，花生沒不用，鳳梨沒不用，用的就冇不會安大。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哇，你看客人那麼多呢，真給人家尬呀。真甜的，真甜的，要不然就要比本來搶，哎，改天來去都你想要講嘛？搶哦。我講一半。好啊，冇問題啦。冇問題啊。富雄啦，那個這個肉片牛富雄，改片有懂得，沒有懂得農業產品啊，荷花哦，哦，還有玉香米，哦，頭鹽散貨，散貨，哎，散貨米在董雄哦，哎呀，PK 一下啊。好，哎呀當然。哦，調羹娘你好。嘿，你好，我想要點菜，點菜哦，我哋用無菜蛋的。因為我一三年來了，嘿還你看你做的準備嘛，該我凊彩食。我用13年的國無飯好吼。啊好啊好。國無飯啊，迄佐田人家收割的時候，然後大家會做了國無飯，因為嗰種無錢搶人，有時候大家都會隔壁零沙落了片，撈幾條天數，啊，等下就像幾條吃一頓粗飽的這樣子。等下料不止粗飽哦，料吃得濃厚哦，大家看順乾啊，順乾先。有，空肉。國無飯啊，客家嘅每套油咧，因為全部係一般家庭不下會油嘅菜，連同款，這個大家應該比較少看到，這個是蓮梗，不蓮藕，講錯蓮藕，全絲的有看到嗎？
藕断丝连。哎，你要吃差不多6分饱了啦。那你要会靠调羹娘，看你嘛该加分体嘛。调羹娘，嗨，我会靠你菜梯的，菜梯的老菜梯有关的。好啊，嘿，做得啦。顺干猪脚、咸猪肉、醉鸡、韭菜、咸的卵、粿板、新用挂心，还有莲藕头。安太薄个。系啊。那刚刚靠唔嘅菜梯嘅农sản吼，你也有那句用。对啊，母味嘛系啊。有诶。母味，我哋咧特别厝因南巴的母味真有名，咧在种青豆母味，唔出去拢看到青豆母味甜，还有咧新用挂心。食用挂心啊，当不了凤俩迄洛神花，俩迄刚好迄洛神花的季节。安尼配色较好看，啊吃起来嘛较爽口。嗯，会东好顺诶。啊，俩迄一家盐的咸猪肉。哎。我吃到了，我吃到爱用已经6星级啊，6星级啊，唔免60分，迄6星级啊。好啦，孙梦燕根本老眼准批按多用吹，好，给你6星级满分。新梦燕，干杯！又过来，站过来，带朋友来吃。来，听我复习一摆。啊，吉安三宝，迄哪三宝？天阳、韭菜、天意用、五个天三用吉安面。吉安乡迄个客家文所动创嘅素材，假使你听下面讲客，一定会有人来讲。好，安尼讲，你上个是菜梯嘅客家菜，没有动特色嘅菜梯客家菜。行喺你上个体验客庄。一天会累到你吉安，好，你咩通我爱用上去去咧，好，我推去。